来看台南新寮镇安宫开基礼马这新的典礼，迄是进前咧修复金身的时候，意外发现这神尊内底佫藏有另外一尊神像，也就是神中有神，所以外界真关注。这届举办的是重光成造的典礼，展现了庙方的文化价值。台南新寮镇安宫回乡入境大典揭开序幕，这是伫去年6月庙方进行镇殿开基2摆金身的寿服，透过电工的检测，意外发现讲神像的北内有另外一尊神像，引起外界巨大的关注。副市长叶德山专员到镇安宫参香，了解这段全国罕见的文化资产。非常珍贵的这个马中马伊内底，包括内底日本的物件，拢做一个完整的调查了，重新入等安尼吼。不过这拢是一个文化资产珍惜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过程。重光成造甲回乡入境庙方选定伫拜六礼拜2天隆重举行，施工将配合艺文市集、新寮文化艺术节的办理，欢迎各地乡亲去观礼祭奉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